我接是迄个国标舞的老师。国标老师，今天的咱个节目啊，是不是要来表演一段给大家看？有需要表演一段吗？哇，就厉害呢！你在追求寺庙的时阵，敢有做啥物代志，互伊感动？其实我无在追求咧，是有一件呢，就是因为我每次吼，阮若逐件酒拢会啉一罐酒嘛吼。我发现讲伊逐件安那啉拢袂酒醉，我可能酒量歹啦。但是迄间酒醉出代志，出代志，出啥物代志？我拄好要去便所，嘿，伊就甲我扣掉，要互我去。啊，毋过其实我已经挡袂掉，然后后来伊就甲我诱转来嘿，甲我揽的，就甲我告白，我海南的，讲伊就介意我，叫我莫走。这段无印象。所以你到今嘛拢已经结婚啊，拢已经有囡仔，你讲无爱伊嘛是心灵，佫无心灵，我感觉讲我无做这件代志。我甲讲我这世人，毋捌伫20-30个人的面前去用斟过，只有你。你讲讲真，这段代志我无印象，头前无印象。那你踏早起来了后，你甲伊问，伊讲伊无爱心灵的时阵，你的心内是啥物感受？最生气啊！你毋免生气啊，因为人讲啉酒了后讲的拢是老实话。